大师兄，二师兄，大师兄，二师兄不好啦！怎么了？师傅又被抓走了。上层人质！上层人质！上层人质！沙僧日记。不过怎么才能让沙僧乖乖喝咱们的圣水呢？明天早上我去给他们送早餐。哎呦，我也有点疼啊，师傅怎么？我疼死了！哎呀妈！哎呦，疼死了！哎，疼死我了！忘了我吧，国王。唐治2年6月20日，二师兄说：“唯女子比小人难养也。”但是他将上下而求索。来人救命啊！有人往我们豆浆里边搁砒霜啊！你给了一根油条，这不让人笑掉大牙吗？啊！谁让你偷吃我的东西？要不你念紧箍咒，你念死我得了，行不行？对了，哎，你能不能先去找个大夫给咱们看一看呀？哎，等一会儿。你们这刚来就摇上号了，也太幸运了吧！我都摇2年都没摇上。哎，老板娘，你此话怎讲？说清楚。对，这不明摆着怀孕了吗？怀孕？对呀，我们女儿国又没有男人，那想要怀孕又没法羞羞，那只能去找国王啊，排队摇号领圣水。你们呀，抄上了。师傅，我可算明白了啊，这女儿国的国王啊，这是贪图咱们3个人的美色呀，叫咱们给他繁衍后代啊。我知道为什么他不要老沙了，因为他怀疑老沙的 DNA 有问题，他看不上老沙。老板娘，这河水可有解药啊！怀孕多好的事儿啊，为啥要解药啊？我们4个是男人呢，再说我们还要去西天取经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你们去找国王呗，国王肯定有招啊。哦，不过我提醒你啊，你们这样啊特别伤身体，以后没准怀不上了。那好啊，好了，太好了，好啊。那好吧，老板娘，拜托你照顾我师傅和师兄，我这就去找国王要解药。你去吧。哎呀，你说这样合适吗？合适啊，陛下，您刮了胡子就是比有胡子漂亮啊。哎，我说的不是这事儿。那也合适，这叫炒作，通过舆论造势。娱乐圈的明星都这么干。那知道不会生气吧？到时候等脑残粉们把这件事一传十，十传百，闹得沸沸扬扬，他就算不就范，您到时候再发表一篇催人泪下的声明，博取大众的同情。迫于舆论压力，他也得赶鸭子上架呀。但愿一切正如爱情所言呐。嗨，行了，吃吧。这个音乐听起来好像很眼熟的样子月兔姑娘。我跳错了是吧？对呀，而且你还少一只兔子。原来国王是女扮男装啊！圣僧哥哥，一日不见如隔3秋啊！怎么样，在我们客栈休息的还好吗？对我们女儿国的风土人情可还喜欢啊？女王陛下，我的师傅和我的师兄都怀孕了，我是来找您要子母泉的解药的。你知道吗？很多年以前，我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，情根深重之后，才发现的早有家室。备受打击的我，从此对你们男人根本不抱有任何幻想。不过那日，我听圣僧哥哥说，离人正如恒河之水。哎，他怎么听到的？寡人觉得颇有感触。你说你怎么对感情有这么独到的见解呢？我是来要女儿的解药的。既然这样，寡人也就不再故作羞涩了。那日集会上，妹妹对哥哥一见倾心，寡人如今心向明月，
不知明月意下如何呀？要，我要啊！哎，等会儿要啊！娇娇问圣僧，女儿美不美？女儿美不美啊？要，我要豆浆油条，且要来一套。姐姐，我想问一下，怀孕期间有什么要注意的吗？别接触小动物。师傅，你看我干啥呀？心寒。师傅，您不教导过我们吗？养小宠物要不抛弃不放弃。对了，我给他们打过那个疫苗了，应该没问题的哈。哦，那就多注意营养。悟空，为师需要营养。师傅，我这也怀着孕呢。来，有一根是我给你的啊。你们呀，不能总维持一个动作，得动起来。那可我们是男的，怎么生？从哪儿生啊？哎呀，别管怎么生吧，你们呀都得出去溜达溜达，要不然老宅在这儿，你从哪儿你也生不出来。都给我起来，起来，动起来，走两步。不爱我，爱我。哎，跟那个唐三藏保持一点距离，你就是不听。看，人家已经成亲了，什么情况啊？娶媳妇了，生孩子了。岂有此理！既然有小三儿敢抢我的圣僧哥哥，只有不勤奋的小三儿，没有打不死的正房。妖精，拿命来！咱俩是妖精，你回来。250。圣僧哥哥，我们的婚礼就定在下个月初2举行，怎么样啊？不要动我的头型好不好啊？不知道聘礼方面，哥哥有什么想法呀？我要。好啊，你们都商量上彩礼了。晶晶姑娘被误会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唐僧派你来的吗？哦，你就是圣僧哥哥喜欢的女人呢。你个妖精，怎么知道我？还叫我家亲爱的是圣僧哥哥，真不要脸！你放肆！要不是看在圣僧哥哥的面子上，我早就把你给拿下了。谁怕谁？有好戏看了。干嘛呀？哎，姑娘，问一下，你们这儿干嘛呢？办准生证呢。准生证？准生证就是你生孩子用的，没有它你生不了孩子。是吗？那怎么办呀？这个东西？就是你在你户口所在地，然后开个证明，然后过来存个档就可以了，不然就生不了。我们都是外地人啊。你外地哪儿的呀？什么？我东蜀大唐长安城的。我是东胜神州花果山水帘洞。我高老庄。那你们自己看着办吧。啊？哎，干嘛呀？没事了。算了，那咱还办吗？我说算了，问问老沙看有没有解药得了，别生了。那咱找解药去。找解药去。别生了。这2个人已经互相动了1个多时辰了，该不会真的要打起来吧？你不要是打的话，是不是应该赶紧动手啊？快过来，看热闹。哎，师傅，我是来要解药的。厨艺比赛开始。哇，女王陛下这个菜做的真好，好有食欲呀！要知道，现在馆子到处都是，谁每天翻来覆去做那几道菜？挑馆子比颠大勺要难得多。晶晶，我请你。哥，你看他那做的，好恶心。
哎呀，晶晶姑娘，其实你这个还是不错的嘛。你看这个蝙蝠表情这么狰狞，死前一定很痛苦，吐了很多的胆汁。这个胆汁在火的烘焙下，一定产生了一种特别特殊的西域风味才对啊。好了，我宣布获胜的是陛下。打扮男朋友，陛下打扮圣僧，白晶晶打扮沙僧。开始。我为什么给他打扮？他凭什么给圣僧哥哥打扮？你这个丑样子，怎么打扮啊？你怎么说话呢？比赛，请2位圣僧配合比赛。哎，师傅，我觉得不对啊，这女王她跟沙僧他俩明显的感情。行了，不是你没看出来，他去。你管谁爱谁呢？对，咱能看热闹就行，不要骚。当当当当。怎么样？死家伙！刘静，你这个造型呢，是真心丑。师傅，你穿上这身衣服也真的是一表人渣啊！你那么厉害，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男朋友？是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我年轻啊！哇，使出必杀技了！女王好像很伤心的样子啊！既然我输了，那我祝你和沙僧幸福。真的吗？祝我和晶晶幸福。沙僧，关沙僧什么事儿？真没劲！我早知道了。晶晶，沙僧哥哥！晶晶姑娘，哎，别动啊！我告诉你，要不是现在我怀孕，我现在就打死你，信不信？师傅，快点吧，要生了，师傅拿解药吧。师傅，我求你了，要不把我这孩子打掉得了。孩子打喽？好近呢。你要敢把孩子打喽，我就把你打喽。师傅，你心太狠了。我告诉你们，这是天意。我和晶晶也是天意。天意让我们把他生出来。然后呢？然后我们就把他养大，然后一起变老。10年育树，100年育人，这也算我们最好的经历了。完了，又生了！咋，猴哥？又生，疼！猴哥咋了？大师兄，又生！快点！又生了！呼吸呀！时间！真好玩。小石头这个。师傅，二师兄，刚才大师兄的情况实在太过惨烈，我实在不忍心让你们经受这分娩之痛。事到如今，我只有舍身取义，用我自己去跟女王陛下换解药了，以换得师傅和二师兄的平安。好，快去吧。答应这么利索，算你们狠。行了，你看看来。既然女王陛下一定要让我留下才肯拿出解药，那就把解药送给我的师傅和师兄吧。留下。真的？你真的决定留下？君子一言九鼎，快加马鞭。过啦，快马加鞭。哎，可是你并不爱我。事到如今只有撒谎了。我爱你。听见了吗？他说他爱我。哇，喊得这么假你都信呢？算了，你走吧。勉强的感情我不稀罕。那解药呢？欧巴，就算我留住你的人，也留不住你的心思，米达。换段音乐好不好？既然我如此爱你，那我让你走，解药也会给你。啊，这真是太好了！
可劲儿亲吧。欧巴啊！我仰慕你至情至义的性格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不懂爱情，被花言巧语蒙蔽了双眼。如今遇到你，我们却有缘无分。你我今生不能在一起，哪怕求个善缘，祈求来世，不也是极好的吗？女王陛下，我真的没有你想那么好，我只不过想要解药而已。我懂你。有吗？我是不会忘记你的，希望希什么希望什么望？你偶尔也会想起我。只能发大招了，女王陛下，离人正如恒河之沙，沙僧既是离人，你看有没有可能你把解药给我，让我了无牵挂的离开这里呢？给我解药啊！圣僧哥哥，你取完经之后还会回来吗？不用说了，就假装我不知道答案。我明明说了好几遍答案了。哎，大师兄，二师兄，师傅，你们不会都已经……闭嘴！待会都写到日记里。其实子母河的圣水，男人喝了根本就不会怀孕，只会打结石。对于男人来说，功效就是排石。就你懂。师傅师兄都下了石头蛋，我也好想下个蛋，吼吼。姑娘，你是为何来到女儿国呢？为何？还不是因为没有遇到好男人，被剩到这里了吗？哎，那在你心里，什么才是好男人呢？有的时候是不知疲惫的打桩机，有的时候是有求必应的提款机，回家的时候是温柔体贴的家师机，逢年过节的时候呢……哎，姑娘，那个打断一下啊，你恋爱过吗？没有啊。师傅，咱能不问这种白痴问题吗？怎么白痴了？我也挺想问呢。你对男人这个要求是太低了吗？这位姑娘，一步去不了西天，一口吃不了一个胖子。你呢，想找一个完美的男人，现在确实比较困难。但是你可以先找一个有1、2点契合的人，在生活中慢慢的打磨。哎，行，哪个男的能让他天天折磨呀？勇攀高峰，不断进步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女人恋爱啊，说是有这么多标准，但一旦恋爱了，那些标准就全没了，真的。就像我媳妇儿翠云，对不对？当年就喜欢东北俊熙，自从跟了我以后，就觉得东北俊熙就比我丑。哎，我就朱美俊熙，来自星星的朱。我能打你吗？